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中国总向联合国提交文件，列出9点质疑，反对日本甲核废水落入大海计划。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卡洛洪泰向西边行，预计明仔就对南韩的庆尚南道登陆。周北扫首都宽，这路线是探过规个朝鲜半岛，规个南韩拢伫咧暴风圈内底。英国《泰晤》报道，年日的军政府政变拒绝西非国家的代表团访问，说是暗算要救我瓦格纳兵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警告讲，瓦格纳是当咧利用年日得到利益。稍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引起单卖药厂诺和诺德上市的研究，检体重药啊维高维是会当减少20%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呼吁这保险公司就要立即给付。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国际金融评比机构穆迪，是甲美国10间中小型银行的信用评定降级，佮甲6间大型的放款银行列入观察的名单，造成美国的股市大落。电影内底这鲨鱼咬人的剧情是真正发生啊！在纽约有一个游客去海边啊游泳，伊的骹腿煞是去互鲨鱼咬掉9公斤的肉，是纽约70年来上严重的鲨鱼攻击事件。这个出意外海堡是已经暂时关起来。纽约红桥区南部的洛克威海堡摆地插禁止游水的红旗，去到海边的游客明显变少，因为这前一日发生一件罕见的鲨鱼咬人的事故。The bite pattern is consistent with a mid-sized white shark, but we don't know for sure that that's what caused it. 受害者是一个65岁妇人，拜伊尾仔6点左右，伊伫游水时突然感觉到大腿足疼，随大声喊救命，救生员前进赶到将伊救回岸顶，随用指挥大指挥，佮送伊急救。警方讲，这个妇人的大腿互夹掉大约9公斤的肉，冇有生命危险，好在台即马警方已经稳定。当局除了暂时关掉海堡，也出动直升机甲无人机进行搜查。拜二早起总算伫附近的琼斯海堡发现鲨鱼的行踪。专家表示，纽约市海峡鲨鱼咬人的事件愈来愈接，也毋过这件意外是1950年代以来上严重的一摆。Last year there were 6 bites on the south shore of Long Island, and this year there've been 5 already. They've been very, been minor in terms of the injuries. But this bite, on Monday, is a different situation.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targeting bait fish. It's an animal that is used to feeding on larger prey. 专家强调，鲨鱼通常袂主动攻击人，因只是拄好伫咧找食的过程中拄到敌对。民众只要避开海拔甲鱼群聚集的区域，同时避免伫尾仔暗时还是透早的时间去游水，上好招伴唔同一个人，游玩会当放心耍水。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世界各地温度是热界惊人，连上悬的南极气候都真反常。科学家就发现讲，今年7月中，这南极海冰的面积是比过去平均的减260万平方公里，等于是72个台湾的面积。咱掠南极东海岸来看，这30年来这冰是有真大变化。对1989年这海面有真侪浮冰，到2001年的时阵，就已经规个用了。到2022年的时阵，是连一寡较高的冰皮就已经减规大底。而且咱来看，这地本地是四周边啊，拢是冰皮，拢是连做伙，即阵煞是变做一座小岛。有科学家就表示讲，若是气候继续暖化，有可能连大地这块宝曼岛都会脱离冰皮，变做孤岛。科学家这几年的研究发现，南极海的冰面积缩小到历史新低。今年7月中，南极海冰的面积比1981年到2012年的平均面积减少26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72个台湾的面积，真惊人。海冰甲冰棒的作用，就敢若是这款顶头的挂同款，会当阻挡冰川快速流入海洋。海冰甲冰棒若是扬起，就敢若是伫咧热天穿黑色的衫，将会减少地表反射登去太空的太阳辐射。生态系统会变做真脆弱。The changes that we've seen in recent years, like I'm worried by them. It's surprising even to me as a glaciologist that's familiar with,
the detail of what's happening and how rapidly our polar regions are changing. 另外一方面，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伫初八也证实，今年这个是地球有记录以来上热一个月份。Heat waves were experienced throughout July in multiple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Moving on from air temperatures to sea surface temperatures, the global average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continued to rise after a long period of unusually high temperatures since April 2023, reaching record high levels in July. 各百年气候变化机构讲，今年7月份的全世界平均气温是-16.95度，打破2019年7月所创的16.63度的纪录。因为人类一直烧化石燃料，自公元1800年代末期以来，全世界已经暖化差不多-1.2度，造成热天气愈来愈热，时间也愈来愈久，同时也造成风暴加大水等极端气候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保护环境是要靠每一个人做伙打拼。美国总统拜登将要宣布，甲大峡谷的原住民圣地列作国家保护区，禁止任何土地开发。不过，伫咧巴西举行的亚马逊峰会，卖为着开发草污染的这项议题，犹原无法度达成共识。七八伫巴西开幕的亚马逊峰会，各界关注敢会当就目前又已经决定伫2030年达成终止草亚马逊河南的巴西，进一步扩大到所有8个亚马逊国家拢同意。地主巴西成真歹一日就完成，因为需要更较侪协商达成共识。do presidente Lula. De forma alguma não vai separar a região e houve acordo no final, houve entendimento sobre essa questão. 亚马逊国家同意成立打击破坏森林行为的联盟，也毋过维亚拉并无加讲明，什么是最终达成谅解。巴西总统卢拉将家己的国际声誉寄望伫提悬巴西环境地位上，亚马逊河南都是上大的目标，所以一直推动亚马逊国家团结。也毋过真侪议题甲各国追求的利益产生冲突，像哥伦比亚要求禁止所有石油探勘活动，也毋过巴西的国营石油公司就当咧伫亚马逊河口想要探勘。伫拜登签名之下，大峡谷原住民圣地正式列为国家保护区，将美国原住民部落甲环保人士数十年来保护这片土地的愿景变作现实。Today, I'm proud to use my authority under the Antiquities Act to protect almost 1 million acres of public land around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as a new national monument. Preserving these lands is good not only for Arizona, but for the planet. 亚利桑那州对于决定竞选连任的拜登来讲，是一个关键的战场州。2020年，伊以淡薄仔的优势胜利。若莫讲政治问题，部落甲环保人士多年来保护大峡谷国家公园南北两边的土地，也毋过共和党机关甲采矿业大大鼓吹经济利益，各将采矿议题纠关做国家安全问题。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美国洛杉矶最近有真侪行业咧罢工，市府各部门是有骨热情的工人组织伫咧市府大楼外口罢工一天，要求爱加薪水、改善劳工环境。也若是电影电视界，这好莱坞的编剧罢工是已经满100天啊，演员工会嘛有加入。不过目前这头家薪劳的条件犹原超袂好势。今日最后也是9月13日，洛杉矶市府职员组织伫市府大楼附近的街路抗议市府伫讨论新的约聘制度的时阵，调工化巴拉克，互数百名员工决定罢工24点钟，表达不满。代表11000名市府员工的国际公务员工会，原本已经甲官员讨论新的聘雇协议，希望替底层的员工加薪水，改善工作环境。也毋过，洛杉矶官员所拒绝实施正正的协议，伫招聘、留职、甲雇佣的议题谈判挑故意刁难，工会阁互禁止进入员工的工作地点。They broke their promise. We filed an unfair labor practice. They brought people to the table that didn't even have the authority to bargain. 这24点钟的罢工，嘛，互城市内底55个游泳池部分关闭，清运本数拖一天。工会希望这个月14会当甲洛杉矶市府代表重新登去谈判台，要求市府严肃面对问题。除了洛杉矶市府员工，美国阁有真侪工会伫这个夏季发起罢工。
将近30名星巴克的员工伫6月下旬，不满公司限制交5月总时发起罢工。7月时，美国洛杉矶甲水准这所在60外间饭店，嘛因为要求加薪水甲员工的福利，发动数千名员工罢工。美国快闪企业 UPS 嘛，切一线，因为劳动合约无法度达成协议，出现33万名货运司机甲分类包裹的职员罢工。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显示，今年参加罢工的人数已经比2022年规档搁较济。另外，因为劳资纠纷无法度达成协议的好莱坞编剧甲演员工会，到这个月初9嘛罢工满100工。How they plead poverty, that they're losing money left and right when giv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to their CEOs. It is disgusting. Shame on them. 好莱坞罢工嘛，互周围包括餐饮、美容这相关行业损失真大，嘛毋望劳资双方会当赶紧达成协议解决问题。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无共种族爆发冲突是已经3个月啊！在过程当中是发生真侪粗残的虐待案。少数民族库基族就要求讲爱独立的呼声是愈来愈强。即阵反对党嘛开始示威，美国政府对这寡冲突拢结外外。印度反对党各大党的青年成员大声喊口号，甲警方对徛，爆发警民冲突了后，有真侪人强抓起来。मणिपुर को इशू को लेके ये साइलेंट क्यों है पीएम? भारत माता रो रही है, भारत माता का बच्चा आपस में लड़ रहा है, वो वार हो रहा है, किससे? चाइना के ऊपर नहीं है, बर्मा के ऊपर नहीं है, आपस में हो रहा है。民众真生气，不满总理莫迪对曼尼普尔邦族群的冲突结外外。这个月因为2个库基族的负责人被梅泰族的族人性侵，而且规分尸躺北提游街。这个影片互公开了后，伊才头一届出面强调任何的罪犯，政府袂放因煞。不过曼尼普尔邦紧张的情势并无因为安尼切落。官方的数据显示，从5月以来，种族的冲突已经夺走180条人命，几啊万人有路无厝。不少库基族的负责人全呢举武器进驻前线碉堡，要来捍卫家己的庄仔头。引起这个事件最近的原因是今年3月，曼尼普尔邦法院裁决，信印度教占大多数的梅泰族会当得到甲少数信仰基督教的库基族同款的福利甲保障，嘛因准因买库基族住伫山区的土地，库基族烦恼因的土地甲工课会互抢去，转去行路抗议，结果煞受到梅泰族暴力的对待，转演变做全面的冲突。库基族的妇女指控梅泰族动用性暴力，加做压迫因屈服的手段。Baizu kalau tumben ko zakhian ni ko temelin na jam khachu ai ka chu tunga tai chu bolo hin chawa guzu a chu kong khana。这场冲突，互较弱势库基族要求独立，家己成做一个邦的声音愈来愈大。外界嘛烦恼讲，武装冲突人加悬，恐惊会面临内战的边缘。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韩国英国过路人嘛，定定出意外，所以讲因着定严格法规，用11年解决。这阵事故死亡率是已经减少一半。这阵伫咧首尔路口看到车让人行过，已经是真事上的代志。人是安怎做的？咱做伙来看。2021年，韩国实施5-3-0政策，市区限速50公里，辖区甲行人较侪所在降到30公里。车若伫咧市区咧驶，常在当听到30公里甲50公里限速的切换，不时就会听到导航语音的提醒。200m 앞에 사고 나가요。英国南韩行人死亡的事故内底，有75%发生伫咧主题区。即马伫咧人甲车共行的道路的，有法律来保障行人优先的权利。기존에는 보차가 구분되지 않은 도로에서 보행자가 길 가장자리로 통행해야 한다는 의무가 있었는데, 그러니까 보도가 없는 도로에서 보행자의 의무는 없어지고 대신 운전자의 의무가 생겼습니다. 为法规的制定，到四界拢有的监视器，是大大改变驾驶的行为。 CCTV가 엄청 많은 거잖아요. 그 10km 딱 오버하면 그냥 딱지 날라옵니다. 그걸 막 하루에 5개, 한 달에 5개도 날라오죠. 그러니까 그걸 안 지킬 수가 없어요. 5-3-0政策，市区内底四界拢是行人优先区，还有儿童保护区。 연구에 따르면 시속 60km로 주행 중인 차와
보행자가 충돌할 경우에 90%가 사망하는데요. 예, 90%가 사망을 하는데 시속 50km로 10km만 낮췄을 뿐인데 사망 가능성이 50%로 줄어듭니다. 한 40%의 보행자 사고 사망자 감소 효과를 기대하게 되는 것이죠. 从2018年到2020年，行人的死亡率降低3成至4成。南韩透过立法加严格执法，来脱离行人地价的臭名。记者综合报道。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是推出新的加密货币世界币，要注册就要先扫描目睭验证身份。安尼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所谓身份，咱做伙来看。目睭对这个原色红毛扫描球10秒钟就完成身份的验证。墨西哥民众集合伫这个加币店扫描站，等正做加密货币世界币创始用户，并且得到25个世界币奖励。Momento del registro, acepté un grant de $53, que es el World Coin. El World Coin ahorita vale $2, aquí puedes seguir. En la era digital en la que vivimos es inevitable empezar a compartir tu información. Desde tener un iPhone o cualquier red social ya estás compartiendo un mundo de información, así que la diferencia de dar tu World ID no hace mucha diferencia. 世界币这个底上市以来，全球各地出现真侪相关的场面，注册人数快速增加200多万。币代也对发行时的$7翻升到$2以上。昆纳首都内陆币各地扫描站，几若工排队排真长，政府随时依据安尼问题暂时来封杀。世界币受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甲欧洲黑盘共同创立的。计划核心是打造个人数位身份 World ID， 伫几若1人的规模下，独一的红毛辨识度比指纹更加悬，希望最终为地球上每一个人拢创建数位身份。伫网络世界有效区别真正人甲 AI 假户头，经济用途也真宽，甚至希望伫 AI 取代人力，造成大量失业的时代，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理想提供平台，帮助解决全球无平均。Decentralized voting from access to platforms to redeem coupons, for example. A big coffee company in Berlin wants to hand out a cappuccino to everyone in Berlin, but they just want to hand out one cappuccino, not 20, so that people don't abuse the system. Right now, technologically, this is very hard to do. If we can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allows for governments or other entities to do so, we'll be very happy. 不过，个人的心理特点也是私密，专家有关烦恼大量收集会造成治安的风险。欧洲多个监管机构展开调查，世界币表示，扫描仪甲用户的红毛图像，加密转换成做红毛代币，要复制制造真困难，只用伫个身份验证系统也未存储任何数据。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是出现特别的细厝的平台，是居民家己设计的。那互游客会当选到较优惠的房间，出租阁会亲身带你出去佚佗。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讲游客会当亲入体验到在地文化。伫个真出名的旅游景点，袂少厝头家会甲家己空的房间，或者是无咧住的厝，空起的 Airbnb 租互旅客来增加收入。因若伫法国南部的城市马赛，当地有一定居民，电脑是无加入这个国际订房系统。是另外家己创造一个合作平台北方饭店，用小个大碗的介绍，甲房间租互旅客。还佫有一个特色是厝头家会甲旅客做伙住，安尼会当有更较侪时间了解在地文化，互旅客会当好好了解马赛的生活，认捌这个城市。Ça va de la petite chambre, moi je crois que c'était si petit, puis c'est vraiment chez moi. Mais on a tous un point commun, c'est qu'on est passionné par ce qu'on fait. Voilà. Et passionné donc par notre quartier, par notre histoire, nos histoires, et par la rencontre, le partage avec les gens. C'est-à-dire, je reçois jamais quelqu'un si je suis pas là ou si j'ai pas le temps de m'en occuper. 一个76岁音乐家丹尼尔加入北方饭店，即马当咧招待伊的旅客，也就是22岁维克多。这个旅客决定伫厝头家因兜住2个月，而且对这个文化体验的住宿是真满意，甚至已经甲厝头家看作是真重要的朋友。Là, j'ai pu rencontrer une très belle personne. Voilà, avec laquelle j'espère pouvoir rester en contact encore longtemps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personne qui commence à avoir beaucoup d'importance pour moi. 另外，旅客嘛有机会参加历史讲解散步的活动，在地人希望透过更较侪实地了解，来改变旅客认为马赛就是毒品、甲犯罪率真悬的刻板印象。
目前有20間大宿加入8方飯店合作平台，大暝價少為15塊至80塊的歐元不等，差不多是台票522塊至2700。Et tout ça, c'est voilà, quand on rentre dans une hospitalité hôtel du Nord, on est accueilli par quelqu'un. Si vous avez envie ou pas, hein, elle peut vous raconter son histoire, elle peut vous mettre en relation avec des personnes, etc. 8方飯店無評分的制度，嘛毋是顧提供一間房間爾，是希望有更較濟人甲人的互動，互旅客住宿更較人性化，毋那是一項商業活動爾。公視新聞張如平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